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8月15日公視第2台下晡新聞，我是蘇眉。咱這回來關心今仔日的新聞重點。印尼早起4點58，規模7.7大地震，深度僅15公里，尚無20人死亡。未少所在觀察到挖1公尺懸海中。立法院通過貴都飛行加長的公投案。環境工作者指出，8年4改甲核電有關係公投，民眾煞無了解，根本無意義。前總統陳水扁的租假陳幸妤指控前翁趙建明的藝術問題，台南衛生局昨去稽查，認定真屬違法。在暗11點外，佇咧台中的西屯是有一隻烏車凶衝去弄路邊的車，家己並且導火，這火佫去燒着邊仔4隻車。駕駛得出來講，伊是兩蕊目睭的度數有差，袂記咧掛目鏡才會出車禍。那另外一件是佇咧中華園林，昨7點，一隻錄影車凶燒起來，去燒着邊仔徛家，懷疑是電池引起的。監視器翕到佇咧這個路口，對正邊一台黑色的廂仔車駛過來，佢弄到路邊的轎車，家己也並過去，四點向天。不要動了，不要動。附近的徛家趕緊出來剎車，廂仔車的駕駛也趕緊走出來。不過，這台車的底盤已經青煙導火，想要拍火也袂好啊。先幫他看能不能滅掉。沒辦法。現在2樓又聽到很大一聲，然後出來一看翻車。代志發生佇咧14案11點外，警消接到報案，台中西屯區上城路加智慧街路口。有廂仔車家己去弄到導火，也個弄到邊仔4台汽機車。警方現場甲駕駛做酒測，酒測值是0。伊甲警方講，是因為伊2蕊目睭度數差真濟，袂記掛目鏡才會弄到。不，我不會看，就是晃神之類的。就可能因為我左眼2眼視差超過400多度。我一邊遠視一邊近視。駕駛經酒測未飲酒。詳細的肇事原因，交鑑定單位調查。在中華園林14案7點半左右，也發生火警的意外，一棟40樓建築物外口的車房導火，內面一台廂仔車規台導火，要爆炸聲。中華縣消防局出動大批警消人員來現場拍火，好佳在無人員傷亡。厝主講，伊這台廂仔車買4年啊。一開始是先看到車青煙，伊佇咧懷疑講，敢是車內電池出問題。伊個是補助電池那個冷氣啊，駐車冷氣。哦，所以那就只剩露營車的對了。露營車啦，已經差異了啦。火隨着被拍花，不過導火原因甲損失，火調人員也閣佇咧查。記者綜合報道。屏東滿洲昨有3個人去互虎頭蜂叮到，這搜救人員透早是救到一個姓張的女性傷患。另外，也閣有2位通報講可能已經無喘氣心跳的，搜救隊還閣咧找。透早也閣佇咧落雨，搜救人員行佇咧濕谷骨的山路，要甲受傷的人送去指揮站。15透早5點外，這位姓張的女患者總算送到恆春旅遊病院，伊身軀頂互虎頭蜂叮30幾空。各單位6點閣出發去找另外2位失聯的男性。因為傷患病情嚴重啊，所以要趕快拉出來。拉出來救治啊！屏東滿洲鄉出意外，3位高雄某一個登山加山難救助協會的人，因為10日有教育活動，因提早佇12自咱林區往竹峰國家竹峰片探路，半路互虎頭蜂攻擊。消防13接到失聯通報，14個接到這位姓張的女患者打電話講，另外2個已經無喘氣心跳，有身體取生機，身上的那個起降點，然後我們人員再走過去找那個已經標定的那一個相信。對，會先把她帶出來，是那個女生她提供的位置。特殊大隊即馬已經掌握到姓張失聯的查某人的位置，另外一位姓顏的查某人也閣會繼續找，因為這搭定定有互蜂叮到的意外，所以有早掠蜂紗保護家己。我如果說確定是土蜂，我們就瞄準大體的方向，然後修一條路，對，盡量走過去就好。如果是虎頭蜂的話就不行。虎頭蜂的話，你們就盡量邊避開鄰居，因為它攻擊範圍差不多1000公尺。直升機飛來滿洲國中，唔但是警消加海巡等單位來救，消防局也申請空軍總隊支援。不過這2天山區的天氣無好，會看天氣的狀況，這篇後送的作業。記者綜合報道。
衛福部嘉南療養院醫生講，這病院欠急救的設備，那總講是有緊急的狀況就要轉院。不過，這外包的救護車煞是定定都愛等真久，有這患者是等超過1點鐘，恐驚會錯過救命時機。迄陣病院是承認講，這廠商確實違規去簽着時間，會甲因罰錢。衛福部嘉南療養院最近爆出轉院簽着時間的爭議，病院內精神科主任在網絡指控，病院因為欠缺內外科緊急的設備，致使有時病患愛轉院，外包的救護車煞定咧拖煞，甚至捌等過1點鐘。毛東蘇卡119，事後煞予衛生局關心，予醫護人員真不滿。代誌發生在今年6、7月，一個因為血管封物件塌的外包救護車煞65分鐘才到位，另外一個昏迷病患等27分。人就咧講，敢會牽連到救命的黃金時間。救護車又要及時去處理，不然如果發生什麼事情，誰能負擔這個責任？是不把人的人命當人看嗎？還是怎麼樣？面對指控，病院出面承認有欠點，強調迄當時有專力甲因搶救，目前2個病患攏有好好醫治，但是救護車到病院時間確實超過合約規定的時間，閣來對廠商提出處罰的要求。但是衛生局澄清，救命絕對是第一要緊，絕對無對病院有限制。目前已經啟動行政調查，冇限期病院愛檢討。後續有關緊急外醫的這個處理流程。我們將會配合上級單位的這個調查如果有任何的缺失，本院會虛心的接受，積極的改善。衛生局從未也絕不可能限制或懲處醫院撥打119，凡涉及生命徵象不穩定或需要緊急送醫的病患，醫療機構均可依法通報119派車支援。病院指出，衛福部後禮拜會來檢討分嘉南地區的外包救護車合約，未來嘛有咧看講由精神專科病院家己來設救護車，希望後擺拄到緊急的時陣，袂閣有簽時間的遺憾。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立法院將通過3項公投案，其中一項是把廢棄家園的政策廢掉，可能是11月大選的當日投票。不過，這環境工作者就指出，這8當來4改甲核電有關係公投，不過是有70%的民眾根本都無了解發電的詳細結果，安尼一直咧公投根本都無意義。贊成59位，反對51位，贊成者多數。立法院14通過國民黨團提出來，你敢有支持政府使用核電振興經濟來廢除廢棄家園的能源政策公投案？國民黨立委強調是要確保國內供電的穩定，民進黨立委批評是為了要搶關投票率。一定要理性的來使用能源的政策，返回核電，以廢除非核家園的錯誤能源政策。法制完全不完備，你們就為了衝整個選舉的選票，跟地方大選綁在一起，就是公投，又貴看體了。國內就要在8年內進行第4遍的核電公投，一拿前3遍的投票結果咧，2018年的以核用力公投，同意票589萬外票，要到6成，上面通過成功3度。電業法內面，2005年達成廢核家園的文理，2021年重啟核四公投，無同意票比同意票較濟無通過。一拿去年核3重啟公投，雖然同意的比例7%，不過票數無過關，也無通過。環境工作者講，7%的國人無了解國內這麼主要攏是用天然氣發電，無應該佇民眾攏無了解電對倒位來的時陣，為了博大選的政治操作推殺公投。連最基礎的能源知識都還有全民的落差的時候，一直考試考一樣的考卷，坦白說也沒有任何的意義。全世界在這10年當中，也只有台灣為了核電投了這麼多次公投。學者講，在這份公布的未來10年電力供需報告，賴政府攏無講到核電，不過國內用電成長是愈來愈明顯，支持公投和政府明確的信息，社會要核電。至少明確的給政府一個訊息，大部分的民眾如果都支持，那政府是不是就應該要放棄廢核家園？公投就變成一個必要的做法。去年核3重啟公投無通過，賴政府依然推動重啟審查停書。在野黨希望用公投和政府更加明確表態，不過環境團體批評，
今年創邦就進行核電公投，只是反映出集體擔心，讓社會再一遍陷入政黨惡鬥的核電困境。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台北市長的選戰，民進黨台北市長的參選人沈碧陽是去北投拼選情，也咱台北市長蔣萬安是去宜蘭甲花蓮輔選。不過今仔日早起宜蘭的輔選行程卻是遲到。蔣萬安是講伊想袂到講拜六早起的塞車塞甲遐爾嚴重。也那沈碧陽就打這點甲蔣萬安堵，講這拜六去宜蘭的塞車是人人知的，掌握交通真重要。怎麼樣？甲民眾翕相，也有支持者佇邊仔花口河，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碧陽，啊，共黨議員同齊到北投強標參拜，也到市場掃街繼續清走基層。對處台北市長蔣萬安是到宜蘭輔選。民眾送包仔獎，互蔣萬安要替黨內宜蘭縣長參選人郭宗賢做事。也毋過8點15分掃街，蔣萬安煞佇8點55分才出現羅東城公廟，繼續同齊掃街行程。蔣萬安總算遲到，也真做公放議題。抱歉，因為早上塞車，我沒想到今天排到塞，但是不盡快，還是趕到。那等一下會陪中線一起走一下外市場。禮拜六往宜蘭塞車，這好像是大家都蠻知道的事情，我都會提早出發。對於這一個交通的掌握，當然是十分的重要。蔣萬安唔來到宜蘭輔選15下晝下趕去花蓮參加團結島國中心大會造勢活動。沈碧陽閣一擺表示，蔣萬安島國的目的是改善國會，選擇到花蓮可能有其他的目的。蔣萬安這個事情看起來很明顯嘛，就是說他覺得立法院表現不好，他對傅崑萁顯然很有意見，而且還專程過去告訴大家傅崑萁到底有多大的問題。蔣萬安實在太嗆了哈！這一次發生這麼大中聯獨有的事情，人民的期待以及最基本的要求，賴清德總統應該要道歉，行政院長來負起政治責任。根據 TPOC 台灣議題研究中心的最新數據，台北市長選戰民調蔣萬安支持度48.4%，沈碧陽是33%，兩個人差距縮小到15.4個百分點，沈碧陽過贏。因為打擊民眾是縮小差距的關鍵，目標是勝選，也毋過有44.2%的台北市民不滿。兒童虐待甲保護機制表現，蔣萬安表示，任何民調數字攏會參考，會繼續努力替市民爭取上大福祉。記者綜合報道。國際消息來看，又閣有國家發生大地震。印尼早起4點58發生規模7.7的大地震，深度敢若15公里，上無一共20個人死亡。而且這地震尾也攏真強，其中一界是達到6.1，密集所在觀察到挖1公尺懸的海潮。天車拄仔講，印尼東部佛羅雷斯島的居民，落雨結的要害，為困夢中行冊走出門一看，厝的外壁當咧放路閣一直發出真大的聲音。濱海主要城鎮毛梅里的港口好準時，真大的厝頂甚至發生崩起，恐怖的景象，互居民一直佇街路走。有的人是帶規家伙仔坐上車，想要走去安全的地帶。Ada goyangan gempa, soalnya lumayan besar tadi goyangannya itu. Makanya kita semua pada lari. Ada yang masih tidur, kaget-kaget langsung lari, kebingungan. 這件發生在當地透早暗暝5點的大地震。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 USGS 的資料，震央是在佛羅雷斯島北部外海，位於溫帶定西北方的68公里所在。根據印尼本地機構的數據，震源深度只有15公里，屬於真淺層的地震。規模7.7的大地震發生了後，又有幾啊擺，包括規模6.1來的強烈地震尾，使居民唔是佇街路徘徊，都是走去懸的所在，唔敢轉到室內。因為印尼氣象氣候甲地球物理局也對沿海地區發布海中警報，民眾佫較是唔敢無勢力。Tadi lari kemana tadi? Tadi lari ke atas, pokoknya ke tempat paling tinggi. Tadi goyangan besar goyang. Goyang gede, Pak. Tuh orang ini udah rekod ini sampai di, ita di kan rumah sampai. Mata di rumah sampai 3 plan. 印尼這個有超過17000個島嶼的國家，位於太平洋火環帶，是全球地震甲火山活動上接的地區之一。澳洲 Seven News 報道，1992年12月，佛羅雷斯島也捌發生規模7個大地震，佫引起海中造成達到2500人死亡。今年6月，委內瑞拉連續發生規模7.2甲7.5的雙主震，死亡人數已經超過6000人，7月之倍。日本九州熊本也發生規模7.1的大地震，這個月初三哥倫比亞佫發生規模7.4的大地震，目前已經造成超過280人死亡。公司新聞洪如梅編譯。
歐洲天氣熱引起火燒山，西班牙一間西元10世紀起的修道院面臨威脅，當地政府是趕緊甲內底3位國王的遺骨刷去博物館。另外，這克羅埃西亞歐米斯小鎮是已經燒掉超過1000公頃，一個人死亡，幾20人受傷。天黑嘛，山頂的野火更加明顯，人甲車攏趕緊撤離。巴爾幹半島的克羅埃西亞灣海一個鎮奧米什，因為風正透，野火燒到厝甲森林，炭燒的面積超過1000公頃，有尾甲1000人被迫疏散。衛生單位統計，救治36人，14個人住院治療，7個人傷勢較嚴重，全國有1個人死亡。邊個國家蒙特內哥羅也有野火，相對一直拍火，當地民眾也鬥相共拍火，不過風實在有夠透，火真歹控制。消防人員是添加大粒乾、細粒乾，坐佇咧路邊休喘。因為杜瑙河流經過塞爾維亞這段，最為這嘛是史上上佳，有一台2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沉船艦體走出水面看現現。Ovi brodovi što idemo tamo prema njima, oni se nikad nisu vidjeli. Ovo je sad nezapamćeno. 在西澳地區，法國西南部新的野火造成幾多百戶村民在撤離工園避難，相對對地面甲空中拍火。因為西班牙是南北兩邊攏佇咧燒，南部的維瓦爾省大火沿着山頭一直炭燒過去，已經燒超過38000公頃。因為北部一間修道院，因為火愈燒愈旺，當局趕緊搶救藏佇咧內面的3位耶拿貢國王的遺骨，暫時刷去博物館藏。公視新聞蘇新聞張建光綜合報道。轉來看咱國內，主計總處發布2025年家庭收支調查，鎖定上界濟前20%，甲上界少尾20%的家庭是差6.17倍，是這14檔來上界濟。學者就分析講，這科技業本地薪水就懸，因閣有錢通好甲提去投資，這講差距就愈來愈大。另外，若是甲這上佳工資有關，不過這對中間坎的族群幫助是真有限，就愛靠這社會福利，才有法度縮小差距。要在台北市買房，也是假使沒有長輩的資源的話，很難。所以我女兒就說，他們同事。最好的是住在新北市。住佇台北市大同區的蔡女士講，伊查某囝即馬佇咧飼囝，抑個買厝的貸款壓力，時段若是無鬥相共，真正較辛苦。主計總處14也公布2025年家庭收支調查，抑個所得差距狀況。若是甲每一戶家庭會當支配所得，按照權價分5組。2025年所得上懸的20%的家庭，每一戶會當分配是2449000塊；上價20%家庭，每一戶只敢拿397000，差6.17倍，創14年新高，貧富差距愈來愈大。都 AI 浪潮，然後它整個帶動半導體的產業發展，所以其實高所得族那邊真的是有比較大的增幅哈。學者講，非薪資所得，也就是投資賺的財富，是扭大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不過，2025年 GDP 成長率比去年增加，失業率也降來。那敢若是看家庭分組上佳甲上懸的個支配所得差異，恐然無法度反映全面的所得差異。反倒是倒數第二個這個等份的或者第3等份的人，他的薪資雖然不高，可是卻比最低工資來得高。所以當我調高最低工資的時候，他們的薪資可能沒有改變。也就是沒有如大家所講的，就是我調高最低工資，除了最低的這個底層的這個員工的薪資會增加之外呢，也會帶來水漲船高的效果，會把上面的人的薪資也往上擠。這個效果好像沒有。這幾年政府攏有調懸上佳薪資，學者講家庭可分配所得上佳的族群，定定就是調薪收到好處的群體。不過其他相對懸所得的族群，可能就無被注重，甚至因為調懸上佳薪資帶動的物價起價壓力更加大。學者建議針對需要的群體增加社會福利，抑個提懸租稅，增加國家的財源，是未來會當繼續努力縮小貧富差距的方向。記者綜合報道。前總統陳水扁查某囝陳幸妤指控伊的前翁趙建明的醫術問題，講趙建明是甲醫療用品早登去厝甲注射。台南市的衛生局長下晡去趙建明的骨科診所來稽查，認定講診所違反醫師法、藥師法，要甲伊裁罰。
前總統陳水扁查某囝陳賢武發文出破啊，家己檢假頭期間長期5年來攏是由前翁趙建平以玻尿酸類固醇治療14下晝。台南市衛生局派員去訪談趙建平甲診所人員，調查相關病例甲藥品交付情形。負責醫師表示，該病患從未到院看診過，涉違反醫師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衛生局將依同法第29條規定，處新台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款。另外，查核發現，診所雖然有藥師調劑，也毋過佇調劑了後，無依規定佇藥單簽名，也是第一仔違反藥師法第18條規定，會依共罰。第22條處新台幣2000塊以上1萬塊以下罰款。診所是佇門外打出告示，無接受訪問，也無回應私人的事項。哦，這張蠻過，不便宜啊！我太太也是花得下去。我不太好嗎？結果打了2針之後，現在在別家做復健啦。衛福部表示，醫師職業愛佇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的醫療機構，當照也是精神復健機構，也是經過中央主管機關認可的機構。台南市衛生局認定診所違反醫師法甲藥師法，會依法裁罰。記者綜合報道。台東新光鎮地理位置偏遠，交通無利便。不過一邊挖山，一邊看海，風景真美麗，佫有特殊的海洋文化。有一陣少年人就留落來，用行動來改變地方的風貌，希望會當請佫較濟人來行行看看咧。暗時7點半，台語台青春咱的夢，帶恁來看這陣少年家的故事。找那個月光，我一定要這樣子哇，我找不到。蒲山海洋一直爬起來，腳步要是愛大學仔。阿瑞做心找找佇咧石頭邊仔的螺仔，對台東成功部落的附近人來講，大海毋若是風景，更加是啟用一個回來的挖殼。其實一直彎腰啊，也不能坐着，也不能跪下，就是一直彎腰。3個小時真的是很累，累還好，痛。愛開足長的時間，才會當得到一寡物件，而且這個數量嘛無足多，感覺因這種生活的方式其實介辛苦。離開城市，佇東海岸定近10年，無技術甲創業的同伴當收租，毋若是經營餐廳，還佫為料理延伸到各種的活動，要用氣味甲體驗講出在地故事。成功鎮上其實是非常多元族群融合的一個地方。對，那它不只有剛剛講阿美族，它可能還有客家人、閩南人，這個文化的豐富，還有它的多元性，我覺得是很有魅力的。成功囡仔王月晶，細漢就出國讀冊，喺外口芳一年了後，選擇回鄉。伊結合翁婿專業，推出漢藥咖啡，希望這杯咖啡會當加做外界認捌故鄉的一個入口。開咖啡廳了後，我就佫認捌我家己的故鄉，因為就是有較濟是大人長輩落來甲我講新光鎮的故事。原來我新光鎮的發展是有較濟人在努力完成的。有人離開城市來這追求夢想，嘛有人選擇回鄉重新出發，因為咖啡、料理到地方創新，一步一步深耕，用心甲每一件代誌做好。互成功鎮的水，互佫較濟人看到。記者葉依瑩、連新維台東報道。受到西南風影響，水氣真高。氣象署針對嘉南北海岸、大台北、花蓮、台東、中南部計共16個縣市發布大雨特報，就要注意單雷公、透強風、溪水岔流。下半部的溫度來看各縣市的詳細資料。北部地區30度到36度，中部地區30度到34度，南部地區29度到33度，東部地區30度到34度。外島地區29度到32度。再回來看未來3天的天氣。
感謝您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聞，我是蘇眉，咱明仔載下晡3點再相會。